莫公子，你这个时候还是不去找殿下的为好。这个时候，他更应该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接下来如何打算，什么时候反击皇帝，而不是在这里儿女情长。东方石，你还要关我关多久？薛阿桃，我们在这里成婚吧。这2天你也陆续听到了一些消息，北越王看我战败，形势不利，已经决定不再帮我在边境作乱。如今形势已经完全扭转，皇帝士气大增。若是形势再一直坏下去，老爷子肯定会抓你去碧螺天祭天拿宝藏。他为了反败为胜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哼，你这个逼婚的理由也太荒谬了。这是唯一能够让老爷子放弃你的方式。你和我成婚以后，老爷子会因为你是他孙媳妇就不再伤害你，懂吗？我不同意。东方石，你不要以为我照顾你就是喜欢你，我对你还是像原来一样的讨厌。就算你讨厌我，你也必须和我成婚。我说过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先做好心理准备吧。主上，主上，目前吾传来消息，说殿下在西楚州梅家村，要在那儿与朱小姐成婚。这个孽障，逃出来不第一时间与我会合，居然跑着和那个丫头成婚。马上到西楚州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诺。丹山妹妹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萧九凤要去西楚州的梅家村，听说东方石在那儿，萧九凤才要赶过去。我们立刻去通知陈玉。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不弃，我终于又找到你了。你既然已经放弃了我，就不用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来救我。上次的事情我来不及跟你解释。不弃，朱老太爷其实没死。我在柳州的临阵脱逃，也是一出戏，是故意演给东方石看的。老太爷没死，千真万确。我在柳州和徐州的时候，我不能告诉你真相。先走一步啦！东方石在徐州打败仗，也是我和长宽将军所设的计谋。如今皇上已经昭告天下，封我为讨伐大将军，老太爷就在皇上手里。
等我打败了萧九峰和东方石，皇上就会放了老太爷。骗子！骗子！为什么会骗我？不急，萧九峰还有几个时辰，就到这里了。我先带你离开，然后再去抓萧九峰和东方石。殿下，开门。朱丫头，前线还在打仗，我不可能一直跟在你身边。我今天就要和你成婚，再赶去找老爷子。你若是不答应，我就只能把你绑着成婚了。要让萧九峰放弃我的方法，只有和你成婚，是吗？是。你应该明白，这是对你对我都最好的结局。你再让我想想。好，我等你，就今天。周丫头，你会明白的。走吧。陈玉，我想留下来。我若是跟着你逃走，东方石肯定会四处找我，萧九凤也会有所警觉，到时候你想再抓他们就更难了。我不想你功亏一篑。不行，我不许你冒这个险。现在不冒险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你听我说，只要能抓住东方石和萧九凤，这场战争就能马上结束，老太爷也会立刻被放出来，不是吗？以前都是你为我冒险，这次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为你冒险一次吧。我已经没有了父皇，没有了师父，我不想失去你。不会的，我会没事的。陈宇，我希望你再答应我一件事。找到东方石后，别杀他。在沙漠的时候，若不是因为有他，我肯定早就已经死了。答应我。好，我尽量帮你说服皇上。但是东方石是这次战争的挑起者，又是陈王之后，我不保证皇上一定会答应我。殿下，朱姑娘到了。你们俩下去。诺。我想清楚了，我答应你。老太爷死了，小虾也死了，我在这世上的亲人都不在了。这世上让我留恋的不多，只有老太爷的朱府，我必须要重振朱府，所以我不能死。你会打败皇帝，对吧？当然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老爷子就不会抓你去祭天，我和他之间就不会有分歧。徐州一战，虽然我败了，但我不是毫无机会。只要找准时机，我一样可以击败皇帝。我不在乎谁当皇帝，我只想重振朱府。
没问题。可惜我不能大张旗鼓地娶你。我本来想登上皇位之后，在皇宫中给你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如今只能在这样的地方举行了。连喜婆都是附近村落找来的。夫人，委屈你了。这算不了什么。我从小跟着九叔乞讨，什么苦日子没过过。你快去准备吧。嗯。这个破地方，上哪儿去找喜婆呀？主上怎么还没到啊？我等的模样毫不具象，用皮肤感受你的留香，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，我以为它跟随过了量。怎么样？果真是厨神下凡啊！你靠近云都下降，你卷起千层海浪，我躲也不躲往里闯。周姑娘，吉时到了。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，再宣布恢复晴朗，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新人登堂，像风一样，你靠近云都下降，你卷起千层海浪，我躲也不躲往里闯。你不就像风一样，侵略时沙沙作响，再宣布恢复晴朗，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你像风一样，出没时温柔流淌，席卷我所有抵抗，不急着要我投降。你不就像风一样，掠夺时沙沙作响，可惜我自投罗网，你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地方。新人共饮合卺酒。共饮交杯酒。酒杯。主上，主上，交什么杯呀？老
看来我身边还是有人向老爷子告密了。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愚蠢吗？嗯？只懂得儿女情长，你不懂得精神设计。老爷子，地图和圣物都不在你的手上，就算你抓走了朱丫头，你也拿不到宝藏。不如就成全我们吧。她马上就成为您的孙媳妇了，你就别再为难她。从今以后，我与老爷子齐心协力，一起打败皇帝。是。地图和圣物我已经在手，我现在缺的就是圣物。是。花无羞必须带走，你是否要拦我？即使我要跟他成婚，你也要带走他吗？儿女情长成不了大事。老爷子，你有爱我一个人吗？即使他不爱你，你也愿意为他放弃一切吗？执迷不悟。把花不虚给我拿下！殿下，得罪了。你们两个叛徒！云大哥！老爷子！老爷子！朱丫头！陈宇！元首！走！别再拦我！难道你要你妹妹去送死吗？莫不被毁，我也不能苟活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皇帝！所以你就能够牺牲不弃，受死吧！呀！朱丫头！元首，快追！
萧九凤，你的大军已经被陈玉打败，就算你真的能找到碧螺天宝藏，你还能让那些金银珠宝为你冲锋陷阵吗？你别做梦了！我告诉你，这天下原本就是我十儿的。当朝武十二王得碧螺天宝藏者得天下，这个预言一定会是真的。你不会得逞的，陈玉很快就会来救我了。别做梦了，他没有地图，根本来不了碧螺天。走。地图上的标志是一个石头上的小洞，通过那个就可以看到碧螺天的入口。我在给水米人浇烧的时候留下了血证印。找到一块巨石，巨石上有市长印，就能找到碧螺天入口的机关。这里到处都是石头，怎么找？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范围？再这样找下去，朱丫头就要被老爷子祭天了！闭嘴！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，是不是记错了？不会的。是谁告诉你入口机关处有血手印的？哎呀，就算有血手印，大雨一来就被冲走了。别再说了，多耽误一个，不去就更危险。终于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这一预言马上就会成为真的。十儿，以后这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走。
丫头，抓紧了！孽障，你真的不要天下了吗？我只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得到天下，如今兵败，你是天意。天意，我们只有拿到碧螺天宝藏，才可以东山再起。我告诉你，这才是天意！放手！我让你放手！是。是，老爷子，我求你，别再为难朱丫头了。是。东方石，是啊，快走啊！陈宇，我让你给我血赔偿！老不过他的，别怪我了，你快走！去死吧！陈宇，你快走！走啊！我不放手，我不放手！转千年同心扉，一回化作泪，孤单的凄美，雪
老爷，哟，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，坐。你们俩来今天做什么游戏？我们俩，一言难尽。是。好嘞。陈兄，徐兄，来喝茶。大理寺下的斩首公文你看了吗？皇上下令明天斩了白剑飞的人头。我看了，没想到那白剑飞竟然是通敌卖国呀，就该杀。吾皇圣明啊！只下令斩首叛军首领，其余叛变士兵全部收编入军队，没有大开杀戒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经过这次大战，咱们皇上他变了？哪儿变了？你看啊，他变得广开言路，听谏纳言，减少赋税，以农养兵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要不了多久，必将迎来盛世啊！吾皇圣明啊！圣明！哎呀，现在这生意都好做多了啊！那就别说，现在这地里的收成也是好啊。皇上，万一再有人打碧螺天的主意呢？如今，碧螺天的神台已毁，预言也自行消失了。皇上，您真是宅心仁厚，堪比尧舜。这真是子民和社稷的福气。爱妃才是善解人意啊！这一次，为江山，为社稷，为了朕，立了大功，你才是朕最大的福气啊！闲话少说，跟大家讲一下销声已久的大侠连衣客。连衣客呀，江湖传闻，大侠连衣客又称谢江，而且武功比以前更进一步。如果说以前是百步穿杨，那么如今千里之外取你项上人头，他如探囊取物一般。站住！乖乖的把银子交出来，我们就不伤害你们性命，要不然老子要了你们的命！大胆！连衣客，知道我的大名，还不立刻放下兵器投降？哼！传闻连衣客是个男人，什么时候变成个女人了？既然你想成为英雄，那就别怪我们下狠手。弟兄们，抓住他！如今太平盛世，你们有手有脚不好好干活，竟然埋伏在这小道上抢劫，你们还有没有羞耻心啊？啊！不敢了，大小，再也不敢了。他们就交给你们了，到了城里，交给官府去。多谢连衣客大侠相救，快，把他们都给我放到车上去。诺。陈玉，可惜我没有你的功夫，要不然那几个小贼，肯定3、2下就被打倒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活着，让连衣客的传说一直流传下去。就像你从没离开过。的模样毫不具象，用皮肤感受你的留香。
告辞。今生你是我的莲衣客，来世你再做我的莲衣客。像风一样，你靠近云都下降。这么巧，在下也是莲衣客。海浪，我躲也不躲，往里闯。你不就像风一样，侵略时傻傻作响，再宣布换一副晴朗，就好像我。